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日本是咱的邻国，日本跟咱关系真好。日本连密就要来选首相，对咱台湾敢有影响？安倍伊的首相路线敢有后手来打？讲日本，咱来想台湾，来甲专家斗阵来解破。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助理教授施宏興。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日本資深媒體人石坂明夫。大家好。那麼第三位，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一副會長陳文甲。主持人，大家好。第四位，日本觀察家福古澤さん。係，各位觀眾，大家晚，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鬥陣來關心，這是傳出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了政壇的大消息，講會放棄參選自民黨9月底總裁的選舉，這也代表講首相大位會換人做。啊，若上有機會的人選是前一陣啊，拄好來訪問台灣的前防衛大臣石破茂。嘛已經表明會拍拼來爭取。那麼節目一開始呢，其實啦，阮早起甲阮的這個團隊咧討論題目的時陣，阮就咧問講，這個題目對咱台灣人的意義在哪裡？除了咱甲日本的關係真好，會使講有史以來上好的好，咱未來咱會觀察講伊會更較好。還是講會當維持，這是頭一個重點。第二個，其實啦，咱大家人講真識日本，真愛去日本，但是咱敢有真正認捌到日本的政治？日本的政治是安怎來運作？咱今仔日吼，咱的陣容真堅強，四位攏是專家。我首先來請教的施老師吼，日本的這個選舉，尤其這個自民黨的這個選舉吼。黨員愛投票，但是上重要的，聽講是你愛找20個人來聯署，你才會人來選這個總裁。你甲咱簡單紹介一下，有個人毋捌聽過這種選舉的方式。是，第頭拄啊，咱主持人已經有講過吼，這自民黨總裁的選舉吼，其實就是黨主席啦，因的名叫黨總裁啦。吼啊，總裁若要選舉吼，因一定愛有黨內國會議員20個來推薦。吼，這個就是第一關。啊，這個若無過，就攏免講啦。吼，啊，這是伊個遊戲規則。吼，啊，若第一關有過20個通過了，啊，看有幾個迄個候選人嘛通過20個，啊，通過了，則個做伙第迄個9月已經決定啊嘛。吼，昨已經決定啊，9月27號，吼要投票。吼，啊，9月12號要來，咱咧講叫做公布啦。吼，公布伊個選舉的過程啦。吼。啊，這是自民黨內伊的一種要產生黨總裁的一個上重要的第一門檻啦吼。啊，伊要過這個門檻吼，老實講，看起來20個人無足濟吼。伊個自民黨內底吼，等一個可能會出現咱的畫面吼，就是這屆攏總自民黨內國會議員參眾兩院啦吼，367名啦吼。啊，367名要20個，咱想的嘛是無講介困難。凊彩 QQ 應該是有，照道理應該是安尼哦。但是對石破吼來講吼，伊無一定遐簡單啦。吼，無一定遐簡單是，因為伊家己本身咱咧講黨內的人員無講介話好啦吼。啊，伊有即個問題啦吼。啊，閣來就是第黨內有古早，因為伊自民黨內迄個內亂的問題啦吼。譬如講93年，伊含小澤一郎有尾啊退黨啊。所以你認為伊希望較虛偽較無？毋是安尼。哦，伊趣味的所在就是伊佇個日本的民間的聲望吼，講足懸的我毋敢講哦。但是咱會記得2012年迄屆安倍要改選。其實黨員黨友的票吼，其實是安倍是
事啊足忝的，事足忝的。迄是尾啊，伊国会自民党的迄个国会议员票搬转来，伊才倒赢。所以伊咧日本的即个民间吼，伊有基本盘的，尤其是自民党内底的党员党友票吼，这是因的游戏规则啦吼。咱等下可能会当更较深入讲啦吼。是。但是你共款咧选举的时阵吼，你一定爱有通过即个自民党内的即个国会议员的选票，啊，搁因党员各地方吼，占一半呢吼，会占一半了吼，各地方的，比如讲都道府县吼，东京都、北海道，党员投票，搁迄个大阪府、京都府，搁43个县就对，包含冲绳县啦吼，这拢爱投票。啊，这个东中裁的选举起来，甲咱台湾就无共款啦吼，但是因的迄个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所以一半票的状况下，吼啊，即届是367票对367票，意思就是你爱，若要超过一半，就是爱368票啦，吼，一定要超过一半，你无超过一半，袂稳啊，袂稳啦吼。但是这内底吼有一寡文章啦吼，就是讲。那有想要党内想要互代志的人当选，但是一时半刻因为伊譬如讲即马石破茂伊的声望可能较好，民调较好，但是已经选4届啊呢，即届选第5届呢，对，第5届，但是伊无甲一届选掉的，这内底就是有文章嘛。啊，我研究这我慢慢了解讲，原来因内底的人会晓算自民党总裁的党章啦吼，党的规则。啊，准讲若第一轮拢无超过半数，吼，就是讲大家拢干那爆外票啊，无超过半数，安尼就用出前2名，第一轮选举出头两个，吼，啊，再过来选第2轮，啊，第2轮的选票会阁有无共款哦，第2轮的选票吼，都要变做党内的迄个参众议员、国会议员票共款367票，但是即届的地方的党友党员票吼，变做47票啦，就干那1票尔啦。咱简单讲，就是各地方变成选举人团的概念。要安尼讲吼，各地方的自民党哦，是各地方自民党的党部，因叫做党联啦吼，党部就对啦。可能因来投票，但因加1票尔。你北海道土地较大嘛1票，东京都嘛1票。哦乌吉那话较细嘛1票，就是因平仔票，所以因即届若是进入到第2轮，吼，各地方就干那1票，拢总47票，吼所以367票，搁加47票，就是414票。这是总共若进到第2轮啦，进到第2轮，才有这种的。咱这选举的制度，咱小咱慢慢过来讲吼。我刷来要请教就石坂明夫先生哈，这几个候选人当中，我们看到这。将近有10来个，而且刚刚我们在谈的时候说，石破茂很可能已经下台一鞠躬，还多了一个，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斋藤健。这当中这是第一次这么热闹吗？这个是表达意义了，就是我想出来选举，但是说真正的就是把20个人凑齐了交上去的话，我想应该要淘汰。快到一半，差不多一半，很多人是凑不到的了。比如说像这个野田圣子，这些就是有的人是陪绑的，表示存在感嘛，表示我也存在的。但是说，怎么说呢？真正能选到最后的应该是5个。这个自民党总裁选基本上是4个和5个人选的比较多了。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当中，我们知道石破茂啊，其实前2天大家在电视上都有看到，这石坂明夫先生吼，跟个石破茂伫电视顶头吼，2个嘛不是冤家，是哦，石坂明夫先生甲吐槽，讲哦，你这吼根本的亲中派，石坂先生，你应该说明一下那一段，他到底算不算亲中派？其实怎么说呢？因为石破茂这个，我们这次选举，日本选举有好几个看点。这次选举，一个是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争啊。那么什么是主流派呢？就是过去安倍晋三、菅义伟和这个安田文雄，他们3个人就是基本上是继承安倍路线，在这安倍路线持续了10年以上。
就是安倍路线。那么当时被排挤在政权外，就是作为党内的非主流派、党内在野党的，就是以石破茂为首的一群人啊。这一次呢，终于就是说抓到机会，抓到机会了，他们想反扑了。当然说安倍路线是非常亲台的嘛。当时这些人被变成党内在野党的时候，天天就是炮轰党中央的时候，他们对很多的外交政策不满的时候，其实是认为可能安倍政权过于亲台，应该更重视和中国的关系，会讲这些话了。那么很明显，石破茂现在他在总裁选之前专程抽时间来了一趟台湾，其实是想蹭台湾的热度了。那么台湾现在在日本国内的各种民调，讨厌中国的占80%几、90%几，所以说你现在要是亲中的话，你在日本选举肯定选不上，肯定选不上。但是说呢，他也表示跟安倍有一定的这个温度差了，对台湾没有这么热情。那我上次在日本的一个富士电视台一个争论节目上，我跟石破茂同台，那么我当时就是批评他，我说你来台湾，对于就是台湾有事，日本要不要帮忙的情况下，他说我不方便发表意见。这个就是所谓的叫这个模糊战略嘛。模糊战略当然是也是，其实美国也多年是模糊战略，日本多年没有模糊战略。这个模糊战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安倍在2021年的年底，他说出了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然后去年麻生前首相来台湾的时候，就说美国、日本、台湾要做好战斗的觉悟等等的，其实都力挺台湾。现在呢，你又退回去的话呢？过去这些人，不管是安倍还是麻生，还是美国的拜登总统，讲了5次台海有事，美国要介入，这话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就是告诉习近平，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不要发生战略误。石破茂也是说话说给习近平听。习近平等于石破茂他退后了一步嘛，他说我不方便发表意见，你退后一步的话，就可能造成习近平的误解呀。习近平不是很聪明的人啊。您的重点在这里。你一说的话，就好像日本支持台湾的力度渐小了嘛。所以我就跟石破茂我说，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这么说会被人认为你是亲中派，他就恼羞成怒了。所以您解释了一下子说，您不是直接灌他的头上说他是亲中派。对，我说他这个逻辑啊，这样的话会被别人会给习近平发出错误的信息。好，那事实上他是不是亲中派？他就是说，怎么说？其实现在在日本的政权里边，被常称为亲中派的二阶俊博和这个林芳正嘛，现在的官方长官。但是林芳正当了几年外相，也没有表现太亲中。好像也不这么亲中。对，现在问题是时势比人强啊。这现在你想亲中，问题习近平天天跟你捣乱的话，也没有办法。另外，日本是民主国家嘛，日本的舆论也很重要嘛。所以说，石破茂他即使当首相，他也不能，我也认为他亲中也走不了多远了，也没有太亲中，只是支持台湾的力度跟安倍跟这个高市早苗他们比起来要弱一些了。是，这一点是我觉得是不可否认的。啊，你听起来哈，石板先生他所讲的就是讲，这个安倍的路线应该会搁再继承落去，是不是安尼想？Dan老师？哦，当然是啊，因为其实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即马有五个线在咧维持。第一就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因为咱讲，其实日本跟台湾拢是其实嘛是主张对这样定义。1945年到今，其实不管是地安全，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民主，其实拢跟美国夹着活。尤其即马呢，即马中国跟美国有咧斗争，而且呢，因的斗争佮大国的合作，所以也是较激烈噶。所以咱来看到美国的引领之下，其实台日的关系一定嘛配合美国来进行对中国的一个抗中的路线。第二就是讲，台湾甲日本呢有一个叫做命运的共同体，因为有地缘的联动，所以安倍来讲一句话讲，台湾优势就是日本优势，就是讲伊地缘较重要，因为会牵动到嘛吼。啊，第三就是伊的迄个经济甲伊的技术，哦，你讲像进台湾的迄个台积电，哦，即马嘛去迄个熊本，其实这是真我真台湾的一个骄傲，是安怎？因为这个1858年就是迄个黑船事件，了后台湾的台积电是第2次黑船事件，因为日本人真无简单，互台湾的企业也是外国企业来
日本做到，而且是第4点，即摆上重要。哦，第4点就是民主甲法治，其实台湾、日本是其实拢是真密切。所以老师，你安尼分析起来，这规盘鱼啊，全头，不管是倒一个人当选到国民党的这个总裁，咱台湾的关系应该是变化不大。无大嘛是共款，因为真老实讲，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是上密切的时阵，因为有美国的因素在。第2点，我敢补充的就是台湾甲日本的友情，友情，这五敢若讲五个基本盘。所以呢，不管上当选，其实对台湾来讲，对日本来讲，嘛是维持即摆的现状，而且会越来越亲密。是，再来我要请教到迄个福沙瓦上吼，你认为吼，尤其你在日本安尼观察吼，日本人对着这个政治的这个选举吼，看起来讲哦。有党员投票赞一直安尼累积参议员人数，这敢会真热？还是讲日本的这个政体，伊本底就是安尼，有固定的一伙人、一撮人咧处理这政治的代志，其他的拢唔是一般人敢若安尼咧看，参与的程度是啥物？对着日本的社会影响又会是啥物？其实吼，这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咱即马咱咧甲所有的目标，咱拢去看自民党的选举，对唔对？我甲大家讲，有一个党吼，伊真正是感觉足稀微的啦。叫做民主宪法党，以前啦，伊嘛是27号要选迄个总裁啊，但是拢无人要插伊啊。大家拢那么讲自民党安怎？其实自民党这个咱说讲日本人对这政治的部分吼，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这个人数真正无讲介济，而且咧，这个人数顶头啊，迄个年岁有较悬较济。这是拢年岁比较高，这是一个重点上大的问题啦。所以讲，这规安尼甲看起来时阵，日本人对这个日本的自民党这个总裁选举，重点是安怎？老实讲，你也讲外有的这个人来看，因为咱头拄啊，咱迄个算讲徐老师嘛有讲介绍过，就讲这自民党的选举，这是自民党党内的选举，对日本的国民来讲，因为迄其实是对因来讲，迄是无关系。无关系，嘛是有关系。安怎讲无关系是有关系？因为头拄咱讲的，这伫迄个日本的这个参众议院内底，所有议员内底，伊有总共367张票。这所有的议员，伊爱面对的，就是咱这所有的我的群众，我到底这要支持我，无爱支持我？咱知影讲哦，即摆日本伊只迄个自民党伊只碰到一个问题，啥问题？总裁岸田文雄，伊的迄个支持率为何较跌落去？然后自民党的支持率嘛是小，但是在野党的支持率搁较嗨所以咧，因即马这个嗨的时阵，日本的这个所有的民众，因第一个代志就讲，即马到底是安那，这戏是要安怎搬？所以讲对因来讲，因颠倒最近这2天的新闻啦，大家颠倒关注上关心的一点是安那？是不是会请出一个少年家来做咱的自民党的总裁？所以咧，昨有一个真少年呢。应该说，即马咱所有人选内底第2少年呢，叫做柯巴亚西小林跳出来啊！伊就讲我要来做。那伊搁讲一句话，讲安怎话？伊讲我甲你讲，咱自民党就要敢若，因为伊叫做小林英姿，英就是蜡叶迄个英啦吼。小林英姿伊讲，咱就敢蜡叶换死共款，咱的迄个毛啊爱甲换掉但是咧成败咱袂使甲放袂记哩你看这个人高讲话啊，高讲话重点是啊，大家去看伊的相片180几公分啦，人高强大汉，搁迄个红仔面搁好，然后搁是个运动健将，伊上爱走的运动啥物知道？马拉松。迄规个真正，大家即摆日本人去看，嘿，日本人讲，安尼是毋是要换吼？但是咧，讲实在话，即摆日本的后壁这自民党的这老伙讲足多嘛地这唔通想过冲上枪头前头拄仔咱来讲讲为什么即摆10几个，我嘛听到一个阴谋论安怎阴谋论？就是讲因为即摆咱头拄仔讲的，一个人你也要出来，你要有20张的迄个推荐票对毋对？所以你想算367个人，你也11个人出来，你还220张220张你是袂使重复所以伊要安做这代志，第一盘伊就讲，这石破帽，大家就个人玩的所以讲。我就看会使先甲你20张的票先来动起来无？假使动袂起来，我即马去哩，因为日本从2000年开始，自民党
2000年开始，伊的总裁选举平均5个人出来选。啊，即马讲实在，即马你第一轮，你6个出来选的时阵，你这票算的，你第一轮真正要过半，就难。可能性真低。真低啊！但是你第一轮无过的时阵，就趣味啊！因为第二轮他拄仔讲的，这个是叫做议员票，佮加咱的主委票，各县市的主委票43张，加起来开玩笑，主委迄当阵啊，是主委大还是民意大？迄当然嘛是讲。摕到官咧算钱啊。是咯，所以讲这规个加起来时阵，其实有这个阴谋论就讲，其实大家要动这个石破吼，自民党内底要动石破，伊就用两阶段甲你动。第一阶段，你也20张票斗袂齐，吼，安尼你就卖算啊。你家偏啊帮的，家己等伊。我 OK， 吼啊，你也真正互你斗到20张票，无要紧。第一阶段互你选，第二阶段我就甲你下落去。所以，咱会使讲，即马日本的即个社会对着老人政治，我袂使讲老人政治，就是讲年岁较济即个政治人物，其实是较无感觉。咱会使安尼讲吗？应该是讲即摆少年辈吼，因为咱进前有一个就是，你话咱若有讲去关心拢日本的政治的时阵，你也较关心一个东京都的迄落，东京都知事的选举，选举内底就真侪，咱讲的叫做荒腔走板的物件出来。安怎讲？有一个叫做伊西马鲁10万，伊靠安那哦，迄就真正完全个迄落 TikTok 啦吼，为用迄个抖音啦吼，开始就伊的迄人就斗起来。但是这斗起来，这个人呢，少年人来斗伊的票啊。伊加起来4城内底大部分拢是少年人啊。啊，这少年人来斗伊票的时阵，是大家讲哦，这个安尼真正会甲阮并这个政治这水哦，这个趣味哦。安尼讲起来是毋是咱台湾敢若有点似曾相识？吼啊，所以讲，因为这少年人的票，伊无去想遮济。结果咧，啊，这刷来走来了后咧，这真正拢真正正经要食政治的这个部分咧，嘛是你必须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经历，你也无这个经历，你无法度行这个所在。所以即摆日本咧，甲咱台湾共款，即摆少年辈甲迄落年岁较侪，开始互相去冲击，到底是要安怎行？即摆嘛也毋知影。是，齐老师吼，咱讲着讲日本的政体吼，人听咧讲就是派阀政治。对，吼，这个派阀政治，如果是安怎来形容？咱台湾的民众要安怎来理解讲？敢是讲啊，就是敌人啊，都被收掉，这个30-40年都不变，啊，拢因家咧统治，敢是安尼啊？这有足大的故事啦吼，嗯但是我先用简单的说明吼。即马自民党内吼，就是第迄个岸田文雄进前讲要解散派阀嘛吼，改线进前啦吼，因其实是有5大派阀啦，吼，咱咧讲叫派系，党内5大派系，啊个其他有细的啦，比如讲甲迄个石破嘛有啦吼，啊迄个小泉进次郎因嘛有啦吼，迄我先莫讲啦，咱讲5大派系，第一个就是安倍，吼，咱即个安倍派，安倍派迄个时阵差不多100几个人。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哦，所属吼，上大的嘿，上大的啊。第二派阀呢，就派系啦吼，就是麻生。麻生呢，差不多53、4个。你看，安尼就差一半去哦。1名甲2名都差一半去哦。啊，第3名就是迄个茂木，吼，茂木就是咱古早叫竹下派啦吼，茂木即马叫茂木派，伊差不多40几个，吼啊第4名是迄个即摆岸田首相，伊个叫做洪慈惠啦，啊即摆叫做伊改线啦，但是伊叫做岸田派啦吼，伊嘛40几个。其实第5大派是二阶，都有讲过哦，二阶派。亲中的。亲中的二阶派其实嘛头40几个哦，即摆可能改到头30几个。因这5大派，我刚才讲这个人数安尼斗起来，你就知影讲，哇，这5个都占过半搁较济啊。啊，所以其实是因伫遐咧控制自民党，若要讲搁较深入的，就是控制日本的政治。我先来安尼讲，要选日本的首相，日本国会一定爱占一半，哦，有2个条件，过半数，过半数，吼，啊，搁上大党，一定是爱这2个条件，过半数搁上大党。啊，即马现主席来看就是自民党嘛，吼，虽然伊有联合政权啦，吼，甲迄个国民党咱就莫讲啦，吼。啊，基本上伊就是上大党，佮过半数，所以过半数了，啊，伊刷来就是伊个宪法第就规定爱
首相指名，用指名，当然都是党魁啊。对对就是嘛。当然是党魁。但是齐老师，我要替观众朋友来问一项代志，就是讲，政治内面有派系，这应该是正常的代志。有人就有派系，吼啊，但是这个派系是不是会变做讲，会变做有遗传？比如讲，爸爸传到囝，囝传到孙，吼。啊，而且会当继承，啊，而且拢是永远拢是这群人咧被收掉。敢有这种现象？致使着日本社会对着这种派系政治是感觉无法度忍受，敢会这种情形？有啊，确定啊，嘛是嘛。安倍就是啊，安倍就是咱咧讲叫正三代嘛。哦，因老爸安倍晋太郎嘛。哦，啊，伊的阿公，一个职工，一个阿公。阿公哦，捌来过咱台湾啦，就是迄个岸信介。伊现任的首相来个岸信介，伊的职工嘛是现任的首相。但即摆看起来派系咁要改线起来啊？改线是改线啊，但是伊的派系内底，搁伫个啊。我拄仔要解说是讲，伊的迄个叫做政治自民党内底的，咱叫做政治世家啦，啊搁伫个啊，吼，包含麻生本身，家是伊嘛是啊，伊的外公就是吉田茂战后的首相，这足有名，这大家拢知，吼啊，包括就是讲。迄个河野，即间嘛出来，可能要出来选河野太郎。啊，因老爸就是河野洋平啊。哦，啊，佮足济，其实拢是正二代甲正三代，拢有传承。哎，拢有传承。啊，但是因啊，佮有一寡是，譬如讲像就小林英姿即种的，吼，因为因家己的学经历好，吼，啊，伊东京大学，吼，法学路毕业，啊，考调迄个叫做经济产业省，吼，啊，尾啊派到去咧纽约，吼，啊，尾啊佮读一个硕士回来。伊拄仔变做是即种，咱咧讲叫做 elite 啦，吼，就是精英啦，精英啦，吼。啊，伊精英转来，啊，当然伊有可能讲自民党伊嘛需要即种的角色入来嘛，吼。啊，安尼才会当讲，了啊洗清讲，阮毋是完全迄种正二代、正三代的即种结构。啊，问题是伊本身就是啊。是。哦，啊，我头拄仔是安那要解说这就是，你若要做日本首相，你爱先当选日本的。自民党的党总裁，这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因为伊国会议员数是上济嘛，过半数上济，所以一定爱选调自民党的党总裁。其他毋是袂使，比如讲在野党，即摆立宪民主党哦，听着囡仔前党主席因就要来啊，哦来咱台湾。好，在野党毋是袂使，是因为在野党势力伤小，伤弱啦，哦，毋是讲自民党。足够的，实在是在野党伤弱啦，啊，所以啊，日本社会佫达到讲啊，因较保守的迄种社会啦，甘愿讲啊，无到自民党，你就佫继续，因为因会感觉讲你自民党较稳较重要，稳，啊，佫一个较有执政的能力啦，哦，感觉起来是安尼啦，啊，所以甘愿讲用较保守、较稳的方式吼，慢慢啊改进，要改进，后壁再佫慢慢啊改进，其实伊嘛有在野党机会哦，2009年迄届。你会记哦，迄届政党轮替，自民党输甲，我只会当讲，输甲吼都惨的对无？迄届就是在野党爬起来变执政党，就是民主党，因迄届嘛是大赢，但是这种的结果大概无改。中拄着一个3.11大地震啦吼，因都处理了哩哩落落啦，所以互日本社会都惊着讲，哦安尼也会使，规气个继续学自民党吼，虽然无讲足满意的，但是。看起来啊，佫会当交互因即个政权，啊，佫有淡薄仔信心啦。若变安尼，虽然对自民党嘛有足济。哎，我要来问这石板先生哈，刚刚我们谈到就是说，这是日本人对于这个自民党的态度哈，那么给他这个执政党长期执政，那大家又曾经给过这个反对党机会，但是又觉得在徐老师的眼里面解读是，与其交给不稳的，还不如交给比较保守的，然后能够持续稳定执政，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吗？整个社会的态度？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日本的这个在野党最早的是在野党，叫日本社会党，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亲中、亲苏联的一个政党嘛。那自民党是亲美的嘛，那右派的，对，它只是就是说作为监督把它存在，但是说不能让它政权交给他们嘛。那历史上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是一样。那在野党因为常年在野，所以说呢，他根本没有执政的人才了。就是给了他们2次机会，他一执政的话，他不会处理问题嘛。所以说大家觉得还是自民党。那么自民党呢，
问题是，就刚才自民党的派系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党内的政权交替的机制啊。就是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如果主流派做不好，非主流派上来，他在党内有一个因为有派系政治嘛。当然说这次岸田他是说，因为这个小金库问题，把这个自民党派系全部解散了。现在那个麻生派说不坚决不解散嘛，麻生派还留着，别的派表面上是解散了，但是说听起来好像。对，但是这个人就是有人说三兄弟的话，一定有2个人关系比较好，一个人3兄弟一定分成2派嘛。人的社会上，人类社会不可能不分派的嘛，所以说他到几百个人，你不让他们分派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派系其实还是在继续。这次岸田他自己为什么不出来选？有几个理由啊。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当然说他自己可能选不上啊。另外一个，他需要20个推荐人嘛。他推荐人找了半天都是他自己岸田派的人，他自己也派系解散了，岸田派也没有了。但是你拿出名单，还是都是岸田派的人，说不过去嘛？对啊，所以说其实人还是凑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派系，因为现在呢，因为派系变成一种。就是在不透明的，在为了位子、为了钱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弊案出现以后，大家有讨厌这个派系、排斥派系的心情。但是长期以来，我觉得派系早晚一定会恢复的。它是一个稳定存在的，对，一定会恢复的。那么您看看哈，如果要让您预测，您觉得像这种年轻的，包括Kobayashi对，跟这个小泉进次郎，他们有机会吗？我个人认为，我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机会最大了。对，但是说小泉进次郎他有一个问题，他今年才43岁，去年冬天他女儿刚出生，所以他现在是奶爸哎。对啊，他现在每个星期啊，天天都回家5天没有应酬。他太太是一个主播啊，在家里头地位比较强的，所以他每周只有2天可以出去应酬，还是奶爸的状况。所以说对他来说，因为他是其实从几年前就大家看好他是下任的首相接班人。对他来说，当首相是早晚的事情。现在要不要下来摊这趟浑水了？自己再积累个5年、8年、10年的历练之后，到时候仰望一下，对，然后再出来就很好嘛。所以说对他来说，他还在犹豫。如果他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他的。但他如果真的出来的话，他43岁，对，那么这些60、70岁的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那不就大家都没得混了吗？没得混了。但是说日本的这个选举是很重要的，就是日本的选举啊，因为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就有众议院选举，谁是首相？候选人跟首相2个人拍一张照片，这个首相有没有人气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小泉进次郎啊，他是有点那个日本的蒋万安的感觉了，长得比较帅了，所以说放在这个海报上是有人气的。您这话到底是？就我们听不太出来，您这个是比较中性的描述。对，就是外见形象比较好了，看起来的形象比较好，所以说而且又是这个血统又很好嘛。所以说，在日本就是自然就有票，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一个人形立牌，对，有可能，对，是。Dan老师，他在咱大家都讲吼，小泉进次郎有可能变做会跳出来，但是这日本的接班哦，敢有可能这简单？尤其伊家己，他说石板先生啊讲啊，伊家己议员可能讲我这43岁，上无我等阮查某囝读幼稚园了，我才来。看没啥呢？我在看是安尼，其实日本的选举跟台湾是无啥共款。台湾是讲我你的民调，你因为台湾是直选的嘛，对不？你虽然我看迄个时报，伊虽然有24%的民调，但是老实讲，这选总裁跟选首相，也毋是看你的民调，是看你伫派内底像讲国会的声望，第二点看伊的派伊的一个运作。老实讲啊，其实咱拢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讲。伊这个选举虽然派介重要，但是伊的一个财团介重要，就是金团联。金团联就是日本经济团体的联合会。因为是个金主，而且即马呢，造成迄个派系无发生迄个政治现金的问题了。其实，伫这个金团联的角色即马特别重要。尤其这金团联，对，长年以来甲中国的关系其实拢真好。真好啊，所以。变成即届岸田的落来原因，甲金团嘛有关系啊。因为伊中期间最近甲美国合作伙，所以对抗中国，当然中国会
会运作这经团联去上后骹，所以伊民调摆嘛是有可能，啥啦？因为经团联就是有钱来控制媒体、控制伊的民调啊，所以咱来看就是讲派系，他徐老师讲派系是无问题，是讲现主是讲因为派系上较优势，就算较有机会。所以但是经团联嘛是介重要的新闻，就是讲因为伊出钱的人啊，伊出钱金主发声，对，金主发声，因为即马真心大家惊到要死，无人敢去处理的经团联伊会当处理，因为伊本来就是财团，伊会当来处理啊。所以咱来看讲，会当是安尼讲派系的过程中，就是日本有3支卡，第就是伊的政治就是一个派系派化，第二就是财化，第三就是伊的官僚体系。伊官僚体系老实讲，虽然各个大城市国会议员出来做，只是讲因下面卡嘛是有人啊，你也是讲声望歹，因有的人袂服从，所以我讲安尼叫袂叮当，嘿，叫袂叮当。所以安来看就是讲，这个日本的政治嘛是爱袂当单独为伊的派系来看，嘛是爱看伊的金主，看伊的官僚。若是用这个角度来看，老师你认为多一个人较有可能出线？我看是迄个河内较有机会啊，因为河野较有机会，河野太郎较有机会。原因是第一点就是讲，因为又受到迄个，即马是无改线是麻生啦，也未改线。第二点呢，因为老实讲，伊顶年伊3年前嘛是甲岸田选，多差一票，第一轮才差一票，伊迄个岸田250，伊255，吼，所以我感觉是行一个公道啊。第三呢，行一个公道啊。然后第三就是讲，伊的民调，伊的所处所位哦，嘛是佮得到美国的信任嘛。我佮保证得美国的信任，因为美国感觉也有阮做，而且呢，即届岸田落来，佫一个原因嘛是美国因素。美国因素就是讲，当时即届就是伊的用伊的汇率嘛，造成讲一个为162块变到变142块。142块。即美国嘛挡袂牢，讲安尼是咧变什么帮？但是无法度，因为迄个岸田伊要变经济啊。所以拢买我的美金，结果拢甲我抛售。抛售，所以就是讲有足侪因素，所以我感觉谈到就是来讲就是讲河野伊嘛较因为伊经济嘛老嘛，对无？佮对甲日本的、甲美国的关系算袂歹，嘛袂歹。美国人当接受，会当一开人接受伊。但我想问石板先生，可以接受河野作为首相吗？哇，他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这个情绪不是很安定啊。我觉得确实是都会对全世界都很困惑了。那我们等一下让你好好讲。但是我是咧讲啦吼，我虽然是讲我看好河野，但是咱台湾啊，因为甲日本的关系较复杂，所以咱嘛是唔去地保。我这上重要。无啦，我当然我无要叫你压报去，我是讲你就专家的角度来看，我是提醒政府无压报，我是提醒。就是有应该有听到，应该有听到。来，副教授，其实吼，我延伸迄个头拄陈老师这边讲的这个话内底吼，其实有几点我是赞成，有几点我是反对的。第一个，我上大反对就是河野。我根本认为河野就是袂调，袂调的原因就是简单的，因为河野伊的亲中的这个态势吼，伤过强，而且咧因阿爸甲因阿兄伫迄个中国遐，佫有一寡事业伫的，这是一个真无稳定的因素伫的吼。所以讲河野这件代志，我是100%，我感觉伊无可能，而且包括头拄啊迄个就是迄个石板民夫先生伊头拄讲的，因为伊的这个河野伊讲话吼，有当时啊我讲实在话，冰倒。迄甲撕破拄啊一个西讲一个圣杯，两个拄啊一对，所以讲因两个吼，我真正即个所有候选人内底吼，我上不看好的就是这两个，但是我头拄啊讲的，头拄啊陈老师讲的有一个重点，即便日本自民党的这个总裁选举，一个 keyword 就是伊的经济，你要安怎行经济？经济啊，你行了会好，你较行会动，所以讲经团联会影响无？有会影响，但是我甲大家各位讲。即马日本的即个所有的产业哦，开始出现一个叫做脱中潮。你若讲中国人哦，讲叫做润啦吼，RUN run 啦吼。但是即马包括日本的产业嘛，开始 run， 安怎 run？因为中国国内吼一寡太无安定咧，包括讲的迄个一寡即个讲，卡袂着要甲你用间谍法要甲你扣起来。吼，这个问题，集团联这个代志，伊其实是头壳真疼，头壳真疼的关系。我即马你也无法度做生意，我就转来。所以讲对因来讲，第一个。我如何保持我所有集团联内底所有的这产业的这大头家内底，你的产业让趁钱这重点。所以这个总裁伊的上重要一点，伊的经济头壳一定要清楚，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边所有选举，你即摆看11个内底，其实后壁钟景林敢若2个，
一个名号做麻生太郎，一个名号做菅义伟，这就是咱头拄讲的主流派甲非主流派相搭。啊，所以麻生太郎虽然讲河野伊本身是麻生派，无毋对，但是老实讲，麻生对这个河野吼，真正伊真正对伊足感冒的啦。所以讲伊嘛是对伊就是安尼甲坑的就好啊。啊，对伊来讲，本来伊迄个想讲，我算了，我是在要支持啥人去想吼。但是我甲大家提醒哦，我个人我是讲啥有可能即马西都去，伊有可能就毋是西都肯。我反而是看这个柯巴亚西。为什么柯巴亚西？因为柯巴亚西，你知伊的背景，伊本来是财务省的官僚出来，日本的财务省是啥人的天下？你知无？麻生太郎的天下。即马财务省的大臣就是因外使啊，所以讲规个财务省，财务省管啥？管钱的呢。所以讲第一个，这个柯巴亚西伊是财务省的官僚出来，所以讲伊对财务、对经济这部分，其实伊是有清楚的。所以讲伊这边去讲的时阵，伊讲了足清楚的。我要为经济来出发，我要来甲咱的日本的经济救出来。伊有讲这点哦。啊，第二个，大家观察到一点，这边19号的时阵。柯巴亚西讲我要出来的时阵，20张的迄个推荐人票内底有11张安倍派的人，代表什么？20张内底11张是安倍派的人哦。大个讲会使，保守派内底对伊是支持的，佮少年派对伊是支持的。所以讲，这两个加起来，看起来时阵，其实头拄讲无毋对，小泉进次郎有可能无？其实伊也要出来有可能，但是讲实在话，伊就是一个要。即马就是爱做迄个奶爸的人吼，真正无迄个美国时间做遮啦，而且因某真正是足强势的啦，所以讲这点吼，我老实讲，你也甲算出来吼，我真正是伊就讲歹势，我要写产那个育婴假，我无法度做吼，所以讲看起来，我个人看，柯巴亚西这个可能性安怎管？第一个就是讲，因为这柯巴亚西我头拄讲的，人头面好，人头面好的时阵，当你也甲做总裁，我去地方，我甲伊走一个我刷来，我10月、11月，我也要众议员要选举的时阵，我甲你徛起来哦，开玩笑，我迄票就出来啊。所以讲，伊也有一个生了有迄人头面的，啊无吼，也要比真正也要你甲人头面摕掉吼，另外有一个可能性较悬。啊，伊伫自民党的人望嘛袂歹，迄个人吼做加藤卡斗伊本身伫即个自民党内底算讲众人好，众人人缘好，但是伊上大的问题就是。红仔头真正比袂赢柯巴亚西，这是伊上大的问题。啊嘛有可嘛有个年会嘛，嘛有年会啊，所以讲规个看起来，老实讲啊，卡输日本自民党因若本身众议员啊，甲参议员因若讲真正讲我也去刷来，我的地方政治我要行了好，伊爱开始有人自民党讲我有改，啊有改的一个重点是安怎？少年，我少年出来啊，个专业，经济专业，嘿，个一力度，像他齐老师安尼讲。老师，你感觉柯巴亚西的可能性？可能性毋是讲无啦吼，伊即个时阵出来，其实我感觉后壁应该莫讲总囝人啦吼，我感觉后壁应该有目据啦吼。啊，头拄啊，迄个福泽先生有讲到讲，迄个自民党内底上大派阀安倍派吼，已经有11张票，吼决定要甲支持推荐的时阵，这就代表讲，这规个安倍派规组就是未来都。有可能甲支持啊嘛，啊，这个点若出来的时阵，其实安倍，咱古早讲安倍甲麻生，因两个就是斗阵的嘛，两个拢是咱拄仔讲的正2代、正3代，所以因两个关系其实是足好的。咱老实讲，所以你看，迄个安倍是无拄好过身了，麻生马上就来台湾。伊挂一个帽仔，你会记无？我挂一个做新书的帽仔，伊人就来台湾，头拄仔讲的迄个石板先生就讲啊，人阮这边意思讲要支持台湾，伊是安怎要安尼讲这个话？就是意思甲台湾社会讲，甲台湾迄当阵蔡英文政府讲，吼，你安心啦，阮日本会继续甲你支持，是这个意思，吼啊，所以即马来，准讲若是迄个安倍派若确定有要支持小林的时阵，伊还佫有一个。优点啦吼，优点除了学经历之外啦吼，伊一个优点就是伊捌做过第1任的经济安保大臣。这个经济安保大臣其实是第迄个第2、3年前吼，
才新设立的。啊，这个新部会新部会，这个是安怎要予伊？是因为当然讲要栽培也有啦吼，啊，伊家己本身拄我讲的财务性出身的，啊，伊佫捌留学过美国，伊英文应该袂歹，吼，啊，所以伊甲美国的关系应该有建立起来。啊，即马总讲伊若是有法度安尼会话，迄个伊的青壮派，佫一个第三支啦吼，上重要就是青壮派，因为这是算50岁以内的嘛。咱若要讲吼，用日本即种遮保守社会来看，老实讲，就甲国民党古早共款，叫做论资排辈啦。49岁要来做首相，莫袂记的呢。安倍52岁是曾经号称全背开去，战后上届少年的首相，一年就倒啊。我我是用结果论来看嘛。哦，啊，一年就。安尼老师，我知安尼意思啊。不是，我意思是讲，我这意思是讲，唔是伊无好，是因为整个社会整个自民党后壁婆婆妈妈伤济啦。啊，你伤济时，你搁遮少年，你要安怎有法度带领着讲自民党？听起来呢，在日本生活压力真大呢。哦，当然啦，你爱讲尊重啊，吼，啊，你无尊重这个资深的这个政治前辈，你无争取到伊的支持，啊，你免有法度好好啊做你的首相，这足困难的。爱先做人啊，所以一定要先做人。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吼，小林这届正讲有一寡机会啦，不是讲完全无啦吼。但上无嘛，累积就较资本啦吼。啊，一定要累积这个人望啦吼，自民党内底。我请教就是石板明副先生，您觉得呢？Kobayashi？哦，我觉得是这样。如果那个日本的那个赛马的报纸啊，经常把马表出走的马列成一排，然后下边画上圈啊、2重圈啊，画双重圈的叫本命，最可能当选，这个最强的马。然后呢，画一个圈的叫对抗，就如果说本命没跑好的对抗有机会。然后再画三角的，三角是要有机会的。我认为这个10几个人的表的话，我认为本命是应该小泉进次郎两圈，然后一个圈是这个小林英之，然后呢三角形应该是河野太郎啊，三角形河野太郎。对，但是这种说法，您自己的直觉呢？因为你又说这个小泉进次郎他。取决他自己的态度。他如果要出来的话，就会很有机会了。当然说也看这个党内的各种化学反应啊，比如说谁出不来，比如说这样石破茂，如果他没凑到20票的话，他自己没有他会支持。他就会支持这个小泉进次郎。如果高市早苗没有凑到20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这小林英之。所以说，如果高市早苗出来的话，小林英之的势力就被分散了。哇，这个比跑马还复杂。对。如果石破茂出来的话，这个小泉进次郎的支持力就分散了。就所以说，石破茂和高市早苗能不能凑到20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跟台湾的政党内的派系的差异大吗？我觉得是蛮大的啦。这个完全因为这个议会内阁制和这个台湾的是总统制的，首先政治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啦。这个怎么说呢？台湾的派系有点，在您的眼里不算派系。不，台湾的派系像新潮流那属于列宁式的封闭性派系嘛？到底谁是会员不是会员，有的人都不知道嘛。他这个日本的派系是更开放的派系了，进进出出的改办派系也蛮多的。台湾的派系反而比较地下化。这就是我想问的是哪一个这个坚固性比较强？坚固性，我想台湾的，您看，比如说看日本的报纸吧，比如说我们看报纸的每个就是过去的，比如说某某人出来以后，下面报纸括号你是哪个派，都说是台湾没有嘛。我们小时候看报纸都是这样。对啊，台湾你要猜嘛，这是哪个派系的？特别是到国民党还有什么黑派、红派、白派，就根本报纸上看不出来的嘛。但是说日本都是公开的，所以说某种意义讲的话，日本的派系是某种意义是作为组织是一个更公开透明的一个存在了。是。那陈老师，刚刚我们都谈到说经济的因素哈，经济因素，但是这群人因提出来这些经济路线，他都要齐老师也讲，跟这个精英政治有关系，所以提出来这个经济政策应该拢是你想到我会想得到，你想到我会想得到，但是迄阵时上后尾是安倍出了这个3钱。伊是特别的杰出，
也是讲无，其实这是自来日本的这个精英政治的产物。哦，我是安尼看哈，其实经济学者哦，人讲10个学者有11个意见，个人讲的意见啊，所以即届呢，当然即届岸田的落来上大嘛是经济经济嘛，是经济问题，所以伊即摆所列出来所有的这名单来看起来，伊嘛是以拼经济为优先啦。只是他那我就要回应一个问题，就是讲，所谓亲中无亲中，我大概啊拢是亲日，日本哦拢做爱国的，伊要咧亲中，伊甲亲日，伊甲爱国家。啊，所以我讲，伊讲，即种伊讲何也，伊亲中，毋通无伊要拼经济啊，因为你若无中国即个经济的路线，伊日本的物件要销一堆，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嘛，世界市场啊，起草，所以我感觉会当时因会随着选举的变化，有造成因对中国的一个观点无共款，所以我讲是拢做务实，这个务实的态度。务实的态度，毋是讲亲中无亲中问题。所以呢，来看他讲这个小林英姿，我来看，伊的民调到0.1%，其实老实讲，若总选到伊，其实民众嘛袂认同，而且若选到伊了，我讲咧，因的众议员的选举定土。那你讲的一个看板嘛，这个免做看板，所以我感觉伊嘛是日本要即个选举嘛是以维稳为重，维稳啦，会考虑这个问题，嘛是以老人的一个政治来行。像少年的，老实讲，谈到迄个徐老师讲，安852月做首相，老实讲，伊的目睭偌早的。但是嘛，一年就拗倒。对，伊目睭才才一年就倒啊，讲是小林英姿，我看伊无什么较特别的所在啊，对嘛无较够，伊嘛无较够啊。老师，你毋是讲无变度的？毋是无拼度，无毋对，我是讲安尼比较起来，讲比较嘛，总是比较，我提醒你啦。这个个人力量无代表国家力量，所以我是安尼研究讲，咱咧看个嘛是以老人为原则，因有派系个美国的信任甲支持，这上重要。哦，所以胡哥啥？你若听安尼三位看，你还佫会选择柯巴亚西吗？我刚刚是选柯巴亚西，有一个真重要重点啦吼，就讲唔通袂记一件代志，就讲。日本的民调内底有2个民调，政党的民调有2个哦，一个叫做政党民调，搁一个叫做总裁民调，这2个是无共款的哦。这2个加起来，伊伫自民党内底有一条叫做青木线，但是自民党即马这个青木线一定拢跌破青木线，跌破青木线就是讲你的政权呐，你若搁做落去，你的选举，你的政权就会无去啊，乌有去啊。所以即马所有的外口的这声音内底，拢讲自民党。你到底有要改无要改？那但是咧，即马就是岸田伊落台有一个上大的原因，就是暝烂拖，伊就是一直拖讲，我过来看迄落乌克兰讲挨杀一个，我用外交是要民调甲扭起来，有啦，有当时也去外交小走一个，有通迄个民调甲扭起来，但是一直无真侪迄落把握。但是即马就是讲，本来迄当初就考虑有2个做法，第一做法就是讲，过去我先解散，我国会解散。然后我做一摆选，但是咧，伊是咱唔敢解散，因为自民党内底议员不爱互伊解散啦。开玩笑，你即马你这个民调，咱自民党民调那个安尼的时阵，你也甲解散，我哪会知我到底选得调选袂调？唔知啊。所以讲，这内底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讲其实我感觉迄个徐老师讲嘛是有道理。你也讲少年无法度，但是我即马大家讲我有改，安尼就袂歹啊。做一个这个小马。